大家好吼，较多无坐有年纪来吼，较晚来吼，歹势。即个我要讲这迈向台湾国家语言政策规划吼，这最近咧讲这国家语言发展法吼，这有一个问题咧吼，就国家语言也是国家的语言发展吼，因为这内底牵涉就讲吼，咱要规划的语言是对几款吼，所以这个问题我感觉讲会当肯定心来吼。去想讲台湾敢有需要一个国家的语言发展吼，这有可能包括外语，甲这个新移民的语言等等吼，所以但是要讲这吼，一个同大的问题就是吼，咱并无这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台湾敢有华语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我讲是独尊华语，吼，即马虽然有母语教育吼，但是较单来讲，实施为2001年到今，台湾的母语继续咧流失，吼，所以本土化失败啦。但是你讲国际化敢有成功？英语敢有较头？无呢，所以国际化嘛失败，敢若背着一种物件，敢若华语。继续咧称冠，吼，所以就咱的语言教育来讲，咱的语言教育真失败的原因就是讲，咱的目标加一个嘛，吼，独尊华语。虽然有母语教育，但这母语教育无够极，吼，所以这就是讲咱需要去想讲，咱这个国家语言政策，华语以外的国家语言政策应该安怎办，吼，这澳洲吼，伊咧规划的时阵，伊就讲英语以外语言要安怎？伊咧想一个问题，英语以外语言要安怎？吼，咱即摆咧想的讲，华语以外语言要安怎去做规划？咱咧语言咧规划有3个主要的面向，就是讲伊的地位、伊的功能要安怎？第二个就是讲伊的语言本身的发展要安怎进行？第三个讲语言要安怎学习？这3个部分吼，咱拢来做规划。这个语言我刚才讲过，你国家语言定位有可能会影响着讲，你要规划对象是对几款，吼。好，所以咱来看这个要规划一个基础，就是讲吼，社会语言事实是安怎，吼。台湾这国民党捌做过人口普查吼，所以咱这拢推测的吼。咱推测的结果就是讲，超73.3%是这荷兰人吼，13%是所有的外省人，12%是客人吼，1.7%是原住民。我顶面看一个研究台语的这荷兰学者，伊咧开会怎来讲吼？伊讲全世界吼，毋捌看过一个语言吼，50%以上的人口是讲这个语言，但是无任何的官方地位。伊咧讲就是讲咱台语。毋是50%，乃是70%以上。全台湾会晓讲的超过80%。好，所以咱即摆咧讲语言人权吼，其实世界咧讲语言人权，你讲每一个人2种语言人权。第一个当然讲母语嘛，第二个讲啥物？讲社会的强势语言。对伊来讲，社会通用的语言有这2个人权。所以伊无讲你敢会晓学一种语言。伊基本上就是讲，你应该有2种语言以上，吼。就阮的来讲，华语虽然即摆嘛出一人讲无毋对，但是台湾的社会语言的事实来讲，伊有2个共同语。这共同语伫过去的立法内底，可能拢无去思考来讲，这台语要安怎？这台语会去用去族群化就对啦。你若注意看，讲有客委会、原住民委员会，都无一个所谓的台语委员会吼。这内底有一个可能是政治的考虑啦，就是讲惊咧会冲突，吼。你人遮济，但你人遮济，你无去照顾伊的语言需要、伊的语言地位、语言学习的时阵吼，其实嘛是无下语言人权。我较早讲2种人权吼，你毋若讲爱有家己的母语，你搁爱有社会的共同语。我感觉社会共同语台湾同这有2个啊，吼。华语搁来就是台语，
吼，好。啊，这内底吼，过去这约翰尼咧杀这个原住民的语言认证的时候，伊讲要用公理的剑吼，复兴这原住民语言，吼，啊，这是最好的想法。其实啊，注意看讲吼，咱咧讲咱爱教母语的时阵，咱讲母语是认同吼，母语是文化，但是拢无回答一个问题，啊，我有母语有啥物路用？吼。啊，所以伊去用边缘化，就是主要这个部分。啊，这部分包括讲伫咧公用场所使用，看袂到这个问题。电视你嘛看袂到迄部分，因为无路用啊。所以伊啊，族群语言、伊个文化、伊个认同，我讲这是恁兜的代志啊，你厝里讲就好啊。吼，政府无必要讲伫这官方的这场合使用你个语言。吼，所以这内底就是讲。咱后续需要去处理的是这个问题。讲语言流失吼，一个最大的原因吼，是这使用语言的人看袂到伊的未来啦。讲我学这个语言有啥物好处啦？当然有需要去啊，讲咱这个语言有这个族群认同的好处，有文化的资产这个观念拢真好。但是基本的问题讲，对这个囡仔来讲吼，伊有这个语言有啥物路用？我想咱后续需要去规划这个物件。所以，这是我伫两位教授一直咧讲吼，伊讲爱建立一个所谓 reward system 吼，一个迄个奖赏的系统。当红感觉讲这有路用啊，啊，即款路用吼需要去建立，吼，啊，这就是讲咱较多咧讲语言规划内底第一个语言的地位、语言的功能，这个部分吼，甲伊的语言的形象，就讲伊的路用伫对，伊使用伫倒位，伊有啥物使用的这个功能、地位。声望，这物件咱需要去加强，吼。啊，这边安怎做吼？可能后续嘅咱搁讨论啦吼。啊，即马只是讲，咱伫咧法律上去规定伊嘅地位，有当时啊只是写伫纸尔，伊无法度变做日常生活人感受着讲，这介水、介赞、介路用，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来知影讲，咱这法律有伊嘅限制啦。毋是讲法律定了，咱就无代志啊。就早是讲，毋是讲校教母语咱就无代志啊。其实你知影讲愈来愈严重，校教母语无挽救母语呢。你若看单属教育的语言外力的调查，伊讲吼，甲10年前比较啊，咱的母语无较好。啊，英语有较好无？嘛无咧。啊，华语有好无？甲世界比起来，当然甲咱输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咱拢输啊。所以华语嘛失败。只是讲比较来讲，这3种语言内底，咱敢若去背着迄个华语啊，吼。好，所以这部分伫原住民的部分，是通过这认证的部分，吼，来建立伊的这所谓的这公立的剑啦，吼。啊，其实佫有其他讲升学、就业、甲公务人员的这个门槛，吼，这个部分可能就当去使用。啊，佫就是讲爱使用伫咧。教育啊，吼，行政这个高层的领域，吼，包括这个传播媒体等等，啊，这个物件其实进前这个语言平等法吼，语言公平法内底，拢有规范着，即个讲，咱有这个传播权啦，吼，教育权啦，吼，啊，这个命名权等等这物件，所以权利是会当定，吼，我有定，吼，啊，实施要做吼，都可能爱另外诶，这个处理啦，吼。好，啊，所以咱的目标吼，就是讲过去伊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背后意识形态，就是语言同化，吼，就是甲语言多样性当做一个问题，吼。啊，即马2003年通过这个语言平等法，伊一个特色就是讲吼，伊是根据语言当做一个权利的观点，吼，刚才施正芳教授嘛讲过，吼。啊，语言当作权利的观点，真好啦吼。但是也是有一个问题来讲吼，伊可能拢是写伫纸尔，吼。啊，但是咱的问题讲，咱含写伫纸都写袂落去。为什么？迄阵啊在野党个即个国民党嘛吼，啊，但是伊伫法院是多数咧，所以阻挡几啊摆，吼。啊，这过程咱施教授嘛有讲过，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变做讲，咱虽然
要走向这语言动作权利，吼，但是拢还未落实，拢还未立法成功，吼。啊，另外一个观点，即马咱嘛较少去听到，就是讲语言你甲当做一个资源，你甲当做一个产品，当一个商品去推销。啊，这个部分对咱较早讲，免互伊有路用啦。啊，若客家部分，你咱看伊咧杀，有某一方面就是用这文化行销的部分去行，吼。啊，咱即马较注重拢是教育，吼。所以你会认为讲这后摆读台语系，后摆可能来教台语，吼。但是其实咱应该甲想较宽的吼，讲这是一个语言的文化产业。啊，这语言文化产业，伊的出路就会较济。咱莫讲想讲要教济，吼，其实要教济机会介少，吼。我想讲，咱若要配合要做，吼，啊，咱即马讲这个目标，迄个资源的定义爱较宽，吼，爱较宽的。特别讲就教育来讲好啊，我最近这几年拢咧做家庭语言的政策的研究，吼，我访问几啊族群拢有访问，但一个特点就是讲，吼。就算伊囡仔有厝有咧讲母语吼，伊咧看电视，一工头看3点钟。你叫伊看啥物电视？啥物语言的电视？华语。每一个族群拢安尼啊，一工3点钟以上。吼，啊，所以我讲你学校教育无毋对，但你也想讲学校以外，这个时间伊需要的物件。学前的这语言教育的需要，其实莫讲教育，就是讲伊的生活，伊的语言生活的需要吼，对囡仔来讲，足欠发展需要的教材，还是卡通，还是漫画这个物件。我的朋友伫校外，伊来遮佚佗吼，伊甲我讲吼，这个伫校外的中国人吼，拢袂讨厌日本人，伊的少年辈啦，拢足喜欢日本人。啊，因老爸拢讲，你看哈，南京大屠杀安怎？伊拢袂感觉迄概念啦。啊，一个原因就是讲吼，伊接触的拢是日本人，啊，佫有啥物电动啦，啊，佫啥物漫画，互伊感觉对日本人做好感的安尼吼。啊，咱的问题就是安尼啊。咱接触的是台湾人的文化产品来讲，文化的语言这物件，吼啊，所以咱的囡仔对咱的母语其实无介有认同啊。迄个原因足奇怪，哦，你会感觉足奇怪，因为对咱来讲，咱的语言有影咱自细会晓讲，但咱语言有影是无路用啊，电脑会去用糟蹋啊，你讲母语用法啊，啊，但咱会晓讲啊，啊，伊毋免呢，哦，但是伊接触的就是华语的物件，伊无咱台语的物件，啊，这不管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伊接触的拢足少的，哦，啊，所以讲起来。咱较讲迄个文化产业，台语文化产业有前途无？台湾语言的文化产业绝对有前途，因为即马足少的啦。吼，就是捌毋捌听过人去推销鞋啊有无？甲一个岛，啊一个较悲观的讲，免啦，因遐个人吼，拢无人穿鞋啊。啊一个较乐观的讲，吼，这鞋啊吼，后摆一定超销，伊拢无穿鞋啊。吼，啊台湾语言的这文化产业，实在应该爱去建立。吼，啊，市场有无？我讲80%的人讲台语，你若看最近咧电影咧播吼，迄贺岁新片有无？迄拢规亿咧卖有啊，足多人爱看。有水准无水准莫讲吼。我讲有生意有市场，但是足奇怪，拍无啥人咧做。迄当然可能是控制人的关系啊，啥我无了解吼。啊，所以你会当看讲，咱若这意识形态，咱的语言本土化失败，语言国际化嘛失败。但是咱即马伫咧书面上，这语言多元论吼，文化多元主义，吼咱拢会讲，吼啊，只是要落实的时阵，咱还未做到，啊，法制化的部分嘛还未做到，吼啊，即马就是讲，咱进行语言当作权利。都还未落实的，咱即马佫拄着另外一个爱去处理的语言当作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免咱建立起来，互囡仔会喜意，互朋友感觉我教这有价值，吼，啊，迄拢甲生活有关系啊，毋像我伫一个发了，伊厝内喜意买咧，吼。
好，啊，这语言其实主要我就莫讲啊，因为真简单就是安尼嘛。吼，这资源无公平分配嘛。吼，啊，华语通侪钱啊，啊，母语无啥钱啊。吼，有人讲原住民间这经费介济吼，无影咧。我定下去看吼，我看因咧推算吼，一个计划，一个乡镇，一个县市吼，伊的经费可能无到100万呢。啊，一个讲我讲这家庭母语最重要的啊，吼，啊，即马杀3年，即马嘛无咧杀。我问讲迄教的老师，伊讲为花莲市西社甲即个新社，啊，佮来回一礼拜安尼去遐教一摆。我讲吼，迄若是为着母语的热情吼，你用钱来算吼，迄绝对袂好。教家庭母语的迄个物件，吼，大算算诶，伊的经费实在足少诶，足少诶。有原因就讲伊16个族群吼，所以一本落吼，实在无啥钱。所以即摆爱考虑诶讲吼，经费若假使若无够吼，你需要处理诶其实是迄个意识形态迄个热情。就讲对这母语有相当的坚持，才我都做下去，吼。好啊，所以这语言资源观吼，啊，这部分吼，这是澳洲吼，因咧写因的国家语言政策内底，伊背后意识形态吼。伊即马一个观点来讲哦，我敢若无讲来讲，咱的语言学习其实是迄个减少式的。就是讲，你用你的母语去换一个华语转来，当然咱应该追求的是添加性的嘛。添加性的意思是讲，你毋嘛保存你的母语，你搁学着第二语言嘛。但咱即马母语失去了，咱去校学去，甲母语当做啥物？第二语言了啊。吼啊，所以若安尼的话吼，学校的教育会变真重要。吼，但是学校咧教吼，甲父母咧教吼，也是无啥共款。迄个亲情的部分吼，迄个咱自细汉虽然去用禁止，咱嘛感觉咱的母语足可注意、足可爱，有迄个感情存在。但是校足歹教这个物件，迄个感情也是要伫外口的透过相关的活动，甲这讲这语言的人去接触，较慢慢有法度得到一寡感情的物件。好，所以即马。咱除了语言当作团以外，咱即摆爱思考的是一个语言要啊当作一个资源，吼，啊要啊去发展，吼，啊这个变做讲咱推测的时阵，会当帮助咱补充讲语言权利不足的所在，吼，啊，过来就讲咱嘛咧追求讲咱的国家语言的地位。即摆咱的解法方法真简单啦，吼，就讲按照每一个拢是国家语言的，吼，嘿。但是你知影新加坡的国语是对一个语言无？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家语言，马来语，马来语吼，伊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吼、塔米尔语啊，甲即个华语安尼啦吼。啊，但是伊的国家语言是马来语，吼。啊，纽西兰的国家语言是啥物？毛语吼。其实伊嘛是官方语言嘛，伊写1987年就。变做伊个官方语言，其他50万人尔，吼，啊，所以台湾，我爱感觉讲吼，你国家语言若莫遐凊彩用吼，莫讲大家拢本着啦，吼，你特别要定下讲咱台湾当做一个南岛国家的话啦，吼，凡世你会当学这纽西兰的毛语安尼吼，讲国家语言就是南岛语言，啊，其他的语言你免爱去处理。免啊，互伊一个名称嘛是会使，吼，啊，这是我是怎讲的啦？我是感觉讲，咱若咧思考一寡定位的问题吼，你大家拢本嘛无啥意思啊，吼，啊，所以迄个上顶的地位，你想讲马来语就当做这个新加坡的国语，为虾米？因为新加坡就活伫咧讲马来语的世界，迄个大海内底，伊就需要去甲这个人做运动。吼，啊，这部分你若注意看，其实马来语、南岛语伫印尼啊，伫足侪东南亚拢是足重要语言的，吼，啊，所以这语言规划部分吼，咱会当去看吼，
啊，要追求国家语言，就是讲咱国家去承认一个语言的地位，吼，讲伊的重要性。其实咱要爱啥物件？除了地位以外，吼，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制度性的支持。制度性的支持是讲爱制度化，讲这毋是无人管的，咱以前啊，确实无人管啊，是有咧管啊，就禁止你讲啊。啊，但你去推杀的部分吼，有人负责啊，啥物机关咧负责啊，爱做啥物计划啊？像咱头仔讲有3种嘛，伊的地位功能系安怎？啊，伊的语文要怎发展？语言要标准化，要现代化，吼，要文艺化。啊，第三讲，以后教育要规划，这物件拢爱去处理，吼。所以我讲立法声音啦，吼，甲语言的制度啊，这个法律语言发展法就讲，这拢国家语言啦，吼。我讲这有较凊彩啦，吼，因为比如讲外来语言、移民者语言，伊要去处理。澳洲就讲吼，咱有优先语言，为什么优先语言？印尼话嘛爱算，其实澳洲离印尼足近的嘛，吼。日本日语、韩语嘛爱算，基本上澳洲有透过亚洲研究的计划去推测讲，我嘛是亚洲的一部分。所以我过年去缅甸吼、缅甸吼，去开一个这个多语言、多文化环境之下的这语言进程吼。这个计划就是应该吼，缅甸的政府甲这个澳洲的大学合作，去规划一个国家的语言进程，吼。这个物件真趣味来讲，其实咱嘛当安尼考啦，吼，就是讲，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各族群有一个共同的共识，讲咱的国家语言应该有啥物款的理念，咱来写一个理念的部分，共同的部分，然后个别的族群去发展伊的语言进程，转来再来讨论。因就是安尼去做啦，吼。伊就讲我先写一个共同的部分，讲咱有啥物款的理念，咱写出来。咱讲，咱因为进前有族群的冲突嘛，吼，所以讲要透过这个语言进程来解决族群冲突的问题，吼。这个部分因把这当做一个目标之一，然后各族群讨论、内部讨论，去写一个，要讲吼，都无问题吼。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讲，咱即马台语去族群化就对啦，无一个代表的这个单位去讲啦。语言平等法内底，客委会是语言公平法，吼，原住民语言是语言平等、语言发展法，吼，迄类的吼。中央机毋知代表啥物人吼，但是伊就语言文艺法。你看哦，啥物人无去？好多人无去。吼，是毋是无去？你无去有几啊种原因吼？一种就是讲，都拢是好人，所以凊彩人讲出来的理由就是好人的意思。吼，一款的是刻意的排除。吼，我毋知影原因是啥吼。总之，这物件就是真趣味的，讲台湾的语言的政策的部分吼，无去处理着好人的部分。伊这个是安尼讲，伊要安怎？伊我讲简单，你若问我讲，这共同语的地位你来确认。吼，袂使讲70%的人你得点点，吼，你讲无互伊认为地位，无去承认伊，无承认对啥物人有歹处，对这个少数民族有歹处，因为社会就遮侪人咧讲，对无？你出去你无合格，造成讲大家拢讲华语，安尼嘛无好啊，吼，讲了较难吼，这较多是教授讲。好啦，我简单讲一下吼，我讲规个语言本身啦，伊个非语言的目标吼，愈重要，所以就牵涉到这个政治的参与啦，吼，甲社会、经济、教育各方面的部分。这对我讲，咱咧当作资源时，咱咧考虑讲，母语当作一个教育的资源的，伊迄阵爱安怎去处理？吼，当作一个政治的资源是怎处理？我会去看一个。报新闻吼，咱讲美国也是对一个所在原住民吼，伊要选迄个政治的领袖的时候吼，伊也会晓讲母语呢，袂晓讲袂使呢。
吼，我是讲原住民安尼去处理吼，反正伊会当带头吼，即个后摆想咧做这领袖的人，拢好好去学习母语，同个认证中高级毕业啊，证书啊摕到啊是安怎？吼，其实所有的歹带头拢是知识分子，拢是精英分子。讲我透过学10年的语言，得到我的地位，所以要叫我放弃，我袂见。吼，所以我感觉讲吼，若要改变这个物件吼，迄个 reward system 需要去改，迄个要求需要去定，但这是大部家己去定的啦吼。我都甲因讲啊，恁应该安怎，吼，只是讲迄个母语意识也无够吼，我讲母语一定死，吼。啊，这就是咱法律吼，我都去规定的，因为咱法律吼，袂去强制你做啥物代志啦，吼，啊，所以有这个物件吼，啊，咱明去做。我诚紧看这1982年吼，这个纽西兰模拟法其实足简单的啦。伊讲模拟法就是模拟语就是官方语言啦。虽然到50万人尔吼，啊，过来讲伊会当伫法律的程序使用，啊，佫有一个模拟语的委员会来负责这个方面的规划执行甲监督。哦，啊，伊这工作基本上就是语言政策咧处理的物件吼，啊，所以嘛免啥物特别讲啦吼，啊，但是有一个重点来讲吼，模拟语倒一个官方语言到底是啥物意思？我都做到哦，吼。啊，因个做法来讲吼，伊做者，你看第3点吼，有一个模拟语言的指导方针，伊来协助这公共服务的部门发展伊个模拟语的这个语言政策甲模拟语的计划。意思来讲吼，你一个公家机关吼，你也提出你的计划啦，讲你要互模拟语伫你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呈现，吼啊。威尔斯其实嘛安尼做，伊讲你要提出一个计划，讲你到底要安怎做，先准备后摆会当透过这来讲你做了安怎，你实际做了安怎，吼。啊，所以你也看有一个协助这公共服务部门的指导方针，有无？伊来安做，50万人尔，伊个超纽西兰10%的人口尔，啊，你讲台语1000多万的人口。敢做袂到，我讲要求你写一个台语服务的即个物件，做会到。好啊，讲最后一个啦，时间到啊。我讲最后一个讲教育啊，教育即马一礼拜一节课吼，其实无够。吼，即马共款有纽西兰做咧吼，伊个模拟语，即马因有迄个母语幼稚园，其实毋是即马啦，早1982年开始就有啊。哦，可能700几间以上哦，700几间哦，你会记，毋通50万人尔。你台湾讲母语的幼稚园有几间？台语幼稚园都有几间？都只汉来听的吼。但是原住民有啦，原住民有咧上这个母语幼稚园吼，沉浸式的母语教学有20几间的这幼稚园，客语嘛有，但是台语无。哦，啊，这点袂当敢怪这个官方。我讲民间吼，你若有才调，你嘛是足简单的，人就是遮济，你开了免惊讲会无生理。吼，啊，但是也无够。所以讲咱来死吼，如果官方安尼甲你杀哦跋倒吼，你家己嘛是倒会歪起来。吼，可能大概是安尼。吼，啊，所以语言政策当然。有伊个力量吼，啊，就是讲这个规划吼，到尾啊重点还是行动计划爱出来。这个法律出来了吼，你讲母语幼稚园要做无？啊，青少年囡仔无这个母语通啊看，通啊学习的这个物件，你要安去解决？吼，我讲重点是讲吼，袂当甲放去学校尔，其他的文化的物件。特别是电视迄个物件，读册迄个图文迄个物件，拢需要去处理。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讲了啦，我就简单讲安尼就煞吼，我多谢各位。